敬道第默示沐浴主恩，請鄭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願您平安。新春要來臨，願上帝佇這兩個禮拜，今仔日甲拜日的禮拜，大大賜恩，予咱兄弟姊妹，佇新的一年，求天父上帝予咱，無論是靈魂體，咱攏得到保障，得到健康，得到勇壯。咱做伙來祈禱。萬管的上帝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爸，你也是阮一切穩定的源頭。阮主藉着你的聖殿，新年對台灣人來講，新春是一個親人三聚集，囡仔都愛到佇老爸老母的厝，大家聚集團圓，佇迄個所在來領受新的一年的願望。主願你的聖神降臨佇阮的禮拜中，互這間教會有春天的雨水，有春天的風，嘛有春天日頭的光。因為這是生命中間一三個真要緊、重要助力的穩定。主求你教阮備辦，互阮會當親像佇你所享受春天的中間，阮會當有春風，阮嘛當領受春天的雨水，阮嘛當看見這是春天的光。遐尼溫柔遐尼寶貝，願懇求天父上帝，阮佇今仔日的禮拜，阮對你來領受上帝的祝福。阮佇你的面前懇求天父上帝，聽我的祈禱，找見你的天使，找見聖神，將你的話講互阮聽。阮安尼懇求祈禱，我耶穌的聖名，阿門。所聽愛的姊妹，咱今仔日的禮拜，咱要做伙佇主的面前來領受上帝的祝福。春天的風，咱看袂到。但是，一旦到春天，風吹過，田橫逐所在，攏咧本新葉、報新芽。春天的風，佇咱代表什麼？佇咱的人生。1000年前有一個足出名的這個寫詩的中文的老師，伊叫做朱熹伊的老師叫做程顥。咱教會有2程程勳、程顥程顥迄個顥，甲伊共音啦，無共字程顥是朱熹的老師，朱熹最愛聽伊的老師講課。每一擺上課，伊就感覺講足飽足足得到智慧嘛，足得到歡喜。所以寫幾句話講，如沐春風。伊講我的老師若咧教阮上課，我的老師若咧教阮講道理，阮的老師也將人生事講阮聽。伊的老師佇中國的歷史的中間，特別是佇這個鐵學界頂懸。伊互人稱為理學之父、理學家。這個理學家跟物理學家不同款。物理學家是對科學來講，但是理學家是一種哲學性的觀天文之地理，知人的內心，知人的性情。所以中國理性的理學家其實不是對程顥爾，對一個叫做老子。老子大概是耶穌出世之前600年左右。程顥這個人大概是佇1000年前左右，伊講如沐春風。頂禮拜佇禮拜的中間，我一開始我甲恁講，願恁滿面春風。恁敢會記得頂禮拜牧師的開場白？迄毋是我想到的，迄是佇咧祈禱要備辦徛起來這個講台之前，我忽然有一個感動，講阮的兄弟姊妹佇新的一年應該愛安尼無煩無惱，歡頭喜面，滿面春風。所以起來。我就決定講要講迄個題目，所以今仔日的禮拜甲拜日的新春的禮拜，咱所讀的聖經都是春風、春雨、春光，春風、春雨、春光。春天的風，佇聖經內底無安尼特別寫，但是佇聖經的中間咧講，其上帝的風若吹過，所有的活命就活起來，連死人骨頭嘛閣重新活起來，有隻活命。春風。佇聖經中間真要記伊的精神，聖經的經文的精神是咧講起上帝聖神了，上帝聖神，上帝聖神這個字真正是風，伊佇舊約叫做魯亞，佇新約叫做普魯瑪，這個字攏叫做風。上帝創造亞當，伊將伊開氣，魯亞本入佇伊內底，伊就叫做一個活命的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甲新春的禮拜，咱伸出咱的雙手，咱甲主禱講：春天的雨水灌啊我，互我佇新的一年無打掃；春天的風吹入我的心，互我心滿意足。
啊，我有一個活氣，有一個爸爸，啊，我要安怎？我要滿面春風。主用伊的面來光照咱，主用伊歡喜的面來看咱，收賜咱福氣。這就是初次新春的時陣，初一的禮拜。牧師所要讀的民數記，民數記所有的猶太人，因的士大人，若咧甲因的囡仔祝福，講願你得到祝福，願耶和華賜福你，願耶和華的面光看你，也願耶和華歡喜的面來接納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這些經文攏是祝福。今仔主所講的話，無一句空空，對無？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注意啊，聖神的風叫醒咱的靈魂。有的基督徒佇教會出去遐久，伊無拄是一個活跳跳。有一個我的老師甲我的長輩，伊甲我講，這個福音不是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你聽有迄個意思無？有真濟人雖然做基督徒，但是無真正享受做基督徒的迄種的花頭喜面歡笑。願主的聖神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一世人攏做歡喜的基督徒，攏做一個享受上帝伊的憐憫慈愛甲伊的恩典的基督徒。願主的聖神分入你的家庭，願主的聖神分入你的心思意念，願主的聖神互咱的靈魂醒起來，如沐春風，沐浴主恩。有人好家好名叫做沐恩啊！所以我這個出世就是要來安那，要來享受上帝的恩典。伊是浸佇迄個活水江河，伊是浸佇上帝恩典的內底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真正將這種的信息實實在應允，享受互咱到咱代代無盡。當我咧準備這個過程，我就想到，佇我大專的時候有一條佇《基督世祖》第3集的內底有一條歌，啊，我真還蠻唱，啊，我念互恁聽就好，吼。這條歌的第一節伊安尼講，伊講春風吹，吼，10里遠，人啊聞到花的香味，春風吹起10里百花香，春天的活力多奔放，神的兒女臉上露出歡笑，喜氣樂洋洋。神的應許使你我有盼望。兄弟姊妹，寫這條詩歌的人是一個享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。你我咱嘛是其中的一個。願天父上帝在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如沐春風。兄弟姊妹，你今仔這個春這個過年的這個假期，你若去逐所在去風景區去看櫻花，去看風景。啊！你若看到日頭出，你會當目睭開開，互迄個日個光照你的面。兄弟姊妹，你會當用這種做動作做祈禱。你望着日頭，你講阿爸天父，你的陽光比這個日頭的陽光更較一陽光。主求你用你的聖神，用你面的光來款待我。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，你相信嗎？求就互咱，願咱佇新春的時陣，咱甲上帝禱講：主我一生無欠虧，我毋免好業，但主你我一生無欠虧。願你的聖神擱一擺醫治我、扶持我、充滿我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年滿面春風，會記恁。今年牧師佇新春的中間，甲咱講的題目就是：今年咱要吹口哨，滿面春風向前行。求神父上帝互咱不是開玩笑，是一個真誠、真心、真正、真心的祈禱講。主對今仔日開始，毋是到年底，到我一生年老的路尾，我攏要滿面春風。攏無人阿們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需要阿們才會得到。你的心內若感覺講主啊，這就是我的祈禱啦。上帝讓咱成就。這張圖就是摩西對西奈山頂懸落來。佇聖經記載有記載3個滿面春風的代志。第一就是摩西就西奈山去看到上帝異象了後，伊落山的時，伊家己毋知伊無共款啊。但是伊所有兄弟姊妹看到伊的光，心內充滿一種的羨慕，嘛充滿一種的敬畏跟驚嚇。所以後來記載佇聖經的中間講，摩西對西奈山落來時，
以滿面上帝榮光。第二個就是耶穌基督，耶穌基督，伊帶伊學生，伊這個叫做山上變貌，恁會記無？佇馬太福音內底特別56章記載得足清楚。哦，山上寶訓啊，耶穌佇迄個中間，所有充滿上帝榮耀的面。哦，擱在伊國外時嘛是大榮光。第三，聖經所記載就是司提反。司提反是頭一個為着耶穌基督死，堅持到死的落尾。伊互人釘石頭的時陣，伊無驚嚇，無迄種安尼聖經的迄個粗痛，目睭迄個心神露出一種痛苦。真濟人甲伊釘石頭，因會感覺講，這個人較奇怪。當伊要死之前，猶閣即種的形象，什麼人感覺奇怪？就是保羅。保羅當時看到伊的時代，伊甲因的保羅遐個時代啦，遐大牢，甲因遐伊的袍，甲因摕伊的身邊之物，遐大牢底下咧甲司提反釘。你去看這個故事，所以你姊妹聖經所記載的故事，伊代表講，伊要代代相傳。過去的摩西有，過去的司提反有，咱嘛會當有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，互咱的教會是一間春風吹過的教會。哦，這間教會是新春風吹，十里百花香。我要學了咱的敬拜讚美帶領最後一首歌。哦，恁閣知影春天吹春吹出迄個玉蘭花的香味。這條歌是為德堂教會寫的，因為咱德堂教會邊啊種足儕玉蘭花。哦，春天開的時候，那花真正吹飛，安尼，哦，咱教會香香香。所以你姊妹願上帝用伊聖神的風吹佇咱的生命中。互咱容光煥發。我咱無驚伊到啥物所在，願你的邊仔的人感覺講，哦，這個人真笑容，這個人真陽光，這個人真無共款。人若看到伊的時陣，就感覺講輕鬆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這種的上帝，伊互咱的人生嘛是這種的人生。所以牧師佇講解經文的時陣，對恁的祈禱，就是願主耶穌親自將伊的話，伊講願恁平安。各位主耶穌來到伊學生的房間，伊講願恁平安，然後耶穌就安那，甲因分一口氣。兄弟姊妹，牧師用這種的動作嘛，對心中期待上帝的聖神嘛分入恁，佇咱的禮拜堂的禮拜內底，佇網絡頂懸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個人，上帝的聖神親自造訪。上帝聖神親自進入恁的人生的內底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因為聖神的充滿，咱得到榮光；因為聖神的充滿，咱得到尊貴；因為聖神的充滿，互咱得到信心，互咱佇主的面前光上加榮上加榮。吼，以及這個所在咧講起，咱看到主，吼，敞開臉來看上帝的榮耀，做禮拜。都愛無阻擋，無憂愁，無憂傷看路，將咱的憂傷看路放佇禮拜堂外口。咱要進入禮拜堂的時候，咱甲上帝講：後禮拜才去煩惱啊！今仔日是禮拜日，我就進入你的禮拜堂的中間，就是專心佇你的面前來領受上帝你的榮耀，互上帝榮光成做咱的榮光，咱無在掉家己榮光。但是，若有上帝的話名踮佇咱的內底，兄弟姊妹，你要水互你的囡仔看，你要陽光互你的囡仔看。在座的年長的兄弟姊妹，阿們嗎？咱無啥物通留互咱的囡仔，但是咱要留一項，就是互咱的囡仔講，我的爸爸媽媽大概若講的耶穌，因攏無共款。迄個面有一種信心，有一種滿足，有一種的願望。願天父上帝祝福你甲你的囡仔，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用這兩句話，用這兩句話，耶穌親自講的話講，願你領受聖神，春天的風陪着恁會出來。佇舊約中的經文，今仔日以賽亞第44章第3節，伊講我要管握迄個打掃的土地，就是我要落春天的雨水，春天的雨水。願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地。不但落春天的雨水，也用春天的光
來照咱頭前的路。願天父上帝伊會順風聖神的風，叫醒你做基督徒會覺醒。對今仔日開始，你無論去到什麼所在，請會記得留一個名叫做基督徒。但人來咧拄着袂順遂的事，有時攏會去找人來改名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的名毋是袂改的，都要上帝改。聖經中間上帝所祝福的亞伯拉罕也好，聖經中間所祝福的彼得也好，彼得原本叫做西門，耶穌基督改叫做彼得，為什麼？因為耶穌知伊內底有軟弱，伊真熬搖來搖去。但是耶穌講：你要做照盤，我要將我的教會起做伫你的頂懸。西門原本的意思就是蘆葦的草，蘆葦的草是安怎？真容易搖擺，風若吹，伊就搖來搖去。但是子華、彼得，這是希臘語、希臘的文字的名稱。上帝甲咱改名，毋免互別人改。兄弟姊妹，你佇做面前，你講主，我毋免改名，因為我已經有一個新的名，叫做天父仔囝。我的名叫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愛記起來。愛信心享受，你甲主講，主你已經將一個極榮耀有權柄的名叫做基督徒。在我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禮拜，伊的聖神，春風、涼風、春風、涼風。我甲恁講過一個人，恁應該攏會記得伊的名叫做約翰斯托德。伊到後來年後退休的時陣，伊成立一個基金會，叫做林豐基金會。林豐毋是用普魯瑪，毋是用魯亞，毋是，伊迄個名就是伊迄間禮拜堂在地的地名，所以後來人用伊的音諧音，因為迄個地名諧音就是林豐的意思，毋是意思，是迄個音。所以後來迄個基金會，伊用迄個地名，迄間教會在地的迄個地名做基金會。為着伊所有的虧難，甲所有的伊所出的一切，攏要獻予迄個社區，獻予迄個地方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將伊的靈放佇咱的中間。今仔咱所讀的以賽亞，嘛會當用即句話來對比。詩篇104篇30節，伊講：你所發出的神，因就受造就；你互地面變換，誠做新的。兄弟姊妹，發手佇你的行程，你講主你的聖神，若進入我的內底，我的性情，我的想法，我內底真無好的情緒，攏要過去。主求你按我分我開，造就我，造就我，造就我。我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這聖經望着你的心，這聖經就互你感覺講，阿門。這是我的需要，阿門。這是我的需要。主求你甲我三角地帶，神聖的福分，通過風，通過雨，上過通過風雨，上過通過雨，通過風，伊將神聖的恩典對天施落予咱。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句句的話，攏搖動你的信心。互你的信心堅定，互你的願望堅定，互你心中相信講，主你已經講啊，我相信佇我一生，你要照安尼，主你要照安尼，做佇我的生命中。所以耶穌佇這個所在，今仔日的經文，第一，伊講了講願恁平安，伊講這句話其實就是講願恁平安啦，吼。恁再看21節，耶穌講願恁平安。因為伊也先拄為着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死，已經送入去迄個墓坑內底啊。因為伊耶穌安那已經永遠跟他們告別。但是忽然的迄個暗暝，因為馬可的厝馬可樓，耶穌出現，甲因講：願恁平安。兄弟姊妹，你有聽到耶穌甲你講願恁平安嗎？你若無聽到，你甲主講：主今仔陰暗。佇我的房間，我要困之前，我跪咧，你對我講，願你平安。求天父上帝佇咱的中間，不但甲咱講願你平安，主耶穌閣甲咱，兄弟姊妹，
這不是表演給恁看，這是真正較無的人就得到。你願意得到聖神嗎？要啉清氣的水，都要用清氣的心來領受。而且，咱做伙來祝福，來受祝福；咱做伙來領受這個祝福；咱做伙領受上帝佇你的家庭所分迄種活開。上帝恩咱分活開，互咱無擱再有焦慮，不再憂鬱；互咱心中無擱再遐爾容易受傷；互咱心中無擱再有遐爾大的重擔。求主甲咱分紅飽，親像雞龜啊分紅飽，水。主甲咱三腳地地。第二，春天的雨水，上帝用伊的聖神親像雨水，伊講親像活命的江河。聖經中間咧所講的雨水甲江河，就是代表活命生生不息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用伊的聖神甲咱洗禮，用伊的聖神甲你洗禮，互你完全的清氣。你心中做迄個久久不能釋懷，就是久久一寡遐委屈，你無法度原諒，你無法度得到討放。但是上帝佇今仔日，用伊的聖神醫治咱、討放咱，互咱放下一切不值得我們去生氣、焦慮的事情。主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來聽今仔日的聖經。伊講我要用水餅佇喙內的人。我要用水餅佇喙內的人，我要做江河來灌壓土地。這是一個象徵性。上帝活命的江河對伊的聖殿出來，啟示錄，伊講有一日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，有活水上帝的江河，要對迄個上帝的聖殿的當邊一直流出去大門，然後直大流出去到約旦河。迄個水滿過人的時陣，頭仔佇骹腕啊，毋是即個腳踝，後來到骹腕就是膝蓋，後來到人胸，人無法度擱徛，人愛用受的。這攏是一種信仰上象徵性祝福話。願天父上帝，伊講我的聖神要降落佇恁的後代，迄個聖神要將天頂的祝福，將地上的祝福，賞賜互恁。天頂的祝福，地上的祝福，攏賞賜互恁，到恁會行行順順。講好話就一定會成就嗎？無一定。但是若奉主的名講好話，上帝伊的祝福就照安尼成就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腳地地，願主用伊的福氣，不但用灌壓的，也佇伊所賞賜咱的上帝國的土地。伊講溫柔的人要得到土地。草木若無長佇土骹，伊香香；一丛更較好的種子的樹，像這種無論是種百年的大樹，伊頭起頭的枝種是一粒，你若甲種佇盆栽啊，伊永遠就是盆栽。但是真正的樹木若落土，伊就要長大拄天。願天父上帝，甲咱三腳地地。第一，今仔日牧師要甲咱祈禱的就是春風吹起十里百花香。這條歌咱毋捌聽過，啊，恁若好奇，恁會當佇這個 YouTube 頂觀甲輸入“春風吹起十里百花香”，這毋是這條歌的歌名啦，這是第一句。啊，恁點開，恁就當聽到這條歌。兄弟姊妹，有當時聖詩比講道較有氣力，伊會當留幾啊十年、幾啊百年，為什麼？因為聖詩的歌詞就是祈禱，聖詩的歌詞就是祈禱。願天父上帝佇你的人生中間，用伊的春風、春雨、春光、春雨、春風、春光，放佇恁的人生中間，主幫助咱，互咱的人生中間得到幫助。拄則牧師已經讀過，牧師袂擱再重複讀。求天父上帝，互每一個較無這種的祈禱的人，恁家己去找出來這條祈禱的詩歌，恁學咧唱，恁用這個歌詞做恁的祈禱講。主的兒女臉上露出歡笑，喜氣樂洋洋。上帝的應許使他有盼望。阿們。上帝，我有盼望在我的人生中間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當聖神往你分活開了，會安怎？生命的改變，死擱活，昏昏沉沉，
不知不覺。有的人是活在今仔日的時代中間，無家己的主張，無一個真正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聖神，甲咱撒甲地地。耶穌講：你領受聖神，或者大概咱若要領受，你攏會當伸出手。主你講，主我放落一切榮華富貴，我放落這世間的，獨主我願你伸出雙手。該是我的，你所留予我的，是在真水的所在。主所留予咱的，贏過這個世間所有一切。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領受伊的聖神。上帝聖神就是靈魂的活開，一口氣若離開，人就離開。上帝予人佇世間，照聖經的創世記記載講，亞當的起頭是因為上帝將伊的氣分入佇個內底。聖經的記載講，伊就叫做活的人。上帝聖神若分佇咱的內底，咱的家庭的信仰就到代代相傳，毋是一代有信兩代安尼無平，三代就你請我無用。真濟古早咱教會內底的許多人，攏有用這個話來提醒信主的家庭，毋通糊塗，毋通凊彩，毋通隨便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春風吹，阿們，春風吹，叫醒我，春風吹，聖神讓我分活開。願天父上帝，伊用春天的光，就是上帝家己的榮耀。備萬心，恁會當先讀民數記第6章。佇新春的禮拜，恁逐日禮拜堂進前先甲讀起來，帶遐個經文伸出雙手，甲你的經文寫佇遮，甲你的經文寫佇遮，然後你講，主我有聽見你講，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，願耶和華的面光照你，也願耶和華用伊歡喜的面。漢字嘅翻譯無講歡喜的面啦。和本的聖經翻譯講，願神向你揚臉，願上帝安那抬頭起來給你看。但是白話的聖經翻譯做講，願上帝歡喜的面，歡喜的面就是講，互咱有好目色。咱雖然檢查糊塗，咱雖然檢查做毋對代志，咱雖然心中有自卑，這種的自責。你講我憑什麼可以做禮拜？上帝是至邪的神。我這禮拜做個這麼多糊塗的代志，我根本連想要踏入禮拜堂，我都唔敢入去。也真唔免驚，上帝講我用歡喜的面來看你，記在佇什麼所在？迄個龍主對到因兜，馬上跪落講：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得罪了你，我袂堪你做你的囝。但是伊爸爸甲伊講啥？回來就好。上帝用伊歡喜的面看咱每一個人，伊若深深要計較，哪有啥物人會通做伊的囝子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每一個兄弟姊妹佇西奈山，這種的祝福咱攏有。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要為上帝陽光的面對咱的內底發出。上帝聖神甲咱撒甲地地。第二，我要甲咱講，如沐春風是啥物意思？兄弟姊妹。那你的囡仔問你講，爸爸，今仔日牧師講到講，如沐春風，如沐主恩。兄弟姊妹，你敢講會出來？在你人生中間，你怎樣談到主恩典的滋味？咱聽講道，咱都要經歷到講道的應允。你要甲你的囡仔講，你安怎經歷到主的恩典？願天父上帝幫助。什麼叫做如沐浴主恩？聖經講，若有人在耶穌基督裡，這叫做泡澡啦。就是講有一桶水，溫泉水的一個溫泉的困，咱規身軀人都浸在內底，全身舒暢。初代教會因咧洗禮，甲咱教會今擺咧洗禮無啥共款。無是我佇羅馬旅遊的過程中間。羅馬天主教神父帶阮去參觀一寡教會歷史遺跡，伊帶阮到一個已經荒廢的禮拜堂，佇個禮拜堂的塗骹講台內底有一個小小的凹下去的所在，有一個十字架的形狀。伊甲阮解釋講，這就是洗禮的所在。
人對這個所在行階梯行落迄個困，然後那就受水安尼，浸落水，對迄邊爬起來。我所講這個小小的故事是要讓你有一個圖像，如沐主恩的意思就是，然後主耶穌基督伊的保護，然後主耶穌基督伊的活命聖潔的迄個水，甲咱洗。我用一張圖互恁看，這張圖恁看會清楚嗎？這就是一個紅嬰仔佇媽媽的胎啊，子宮內底。或者紅嬰仔佇子宮內底伊是第三種的狀態？是媽媽的胎的，迄個胎內底是羊水給包起來。兄弟姊妹，這就是聖經咧講的頂頭生的意思。咱若踮佇耶穌基督的內底，咱親像浸佇上帝伊的恩典的江河內底。兄弟姊妹，願這張圖幫助你，將聖經的話有一個圖像，一世人會記得。主啊，既然我叫你的名，我就親像對到佇媽媽的胎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伊的面前，咱會當領受伊的祝福。願主的聖神降臨佇你的後代，願主的福氣親像春天的雨，你出的春天的光，也春日春天的風，本佇恁的內底。願天父上帝，如沐主恩的第三個意思就是，上帝用春光，用伊的光、伊的面來看你。願天父上帝，互咱會通親像聖神的充滿、聖神的芬芳，閣有就是上帝伊的活水江河，伊的雨水灌入佇咱的內底，閣有上帝用伊的春的光、伊的面的光來照咱每一個兄弟姊妹。上帝的光就是活命的真光，上帝的光就是活命的真光。所以耶穌才會講：我是世間的光。既然踮佇我內面的人，安那就無閣再生活佇黑暗中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感受到聖經的寶貝，互咱感受到聖經的甘甜，互咱佇伊的聽的內底，咱如沐春風，沐浴主恩。兄弟，你若要沐浴主恩，佇最後祈禱的時，你會當安尼講：主甲我攬掉咧，主甲我抱掉咧，主你將你的恩典做衫穿佇我的身軀頂懸，主你將恩典親像衫穿佇我的身軀頂懸，甲主同在歡喜，主的充滿在主裡。若有人在耶穌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。願天父上帝，願咱的救主耶穌基督，今仔日對咱講話，親像2000年前，伊甲伊學生講：願恁平安。願恁平安。最後，這個什麼叫做全能的上帝？恁會記得幾禮拜前牧師甲恁講El Shaddai迄個Shaddai嗎？Shaddai就是供應的意思。全能的上帝講：我要用春天的風，我要用春天的雨，我要用春天的日光照恁。這就是上帝的供應。上帝要將滿滿的供應賞賜給咱。創世記49章25節寫了足水。伊講：迄個全能的上帝對天頂是祝福恁，迄個上帝要佇地上所有穩重的這寶貝，嘛挖出來互恁。第三，伊講伊要用伊的聖善，聖善這個字叫做 Rakam，Rakam 的意思就是這啦。Rakam 伊要來講的意思就是啥？原本其實意思就是子宮啦。哦，聖善的意思這個字就是子宮。媽媽的子宮會當生出囡仔，過來乳養這個字叫做 Shad。牧師佇頂禮拜有甲恁解說，全能的上帝的 El Shaddai 的 Shad，就是乳養。這句話簡單講，天頂的福，地上的福，上帝甲咱陪伴，伊稱咱做天公的囝，天父的囝。人看咱，因講天國屬於他們，或者。你敢已經進入這個家庭？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上帝將聖經所講的祝福的話提起恁，或者背起來，以後恁來祈禱時，擱讀一擺，
雖然你無用真長時間，擱解說聖經互上帝聽，但是你若甲讀過，甲念出來，上帝就知，這是我的囝兒對我祈禱。咱同心來祈禱。萬管的上帝話名對你出，一切攏是你所做。破碎破病，傷心動盪，凡事攏佇你的手中。你掌管，你扶持，你幫贊。萬管的上帝聽阮祈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求你聖神的風奔入每一個阮的兄弟姊妹。說書因最近拄到有力不從心的代志，求天父上帝你的聖神將生命的氣力分佇因的內底。主啊，春風滿面不是一個形容詞，春風滿面的意思就是聖靈充滿。阮知，對創造開始到創造的結束，你的聖神佇什麼所在？什麼所在？就聖靈充滿。主。當阮講阿們的時，願你的聖神進入佇阮的中間，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阿們。